咁 EA Sport 嘅 F1 25咧就即將會喺5月30號度登陸於各個平台俾大家去遊玩啦。咁今次遊戲咧就出咗2個版本，分別咧就係一個標準版同埋一個嘅經典版啊。咁我係小天 Zero 啦，咁啊不如等我同大家去講下到底呢2個版本有咩分別啦。咁首先就同大家去講下標準版啦。咁今次嘅標準版咧就會有封面嘅3個 F1 車手啊，咁啊分別嚟自於麥拿倫嘅 Oscar Piastri 啦、威廉士嘅 Carlos Sainz 同埋 Haas 嘅 Oliver Bearman。咁咧仲另外有 F1 嘅75週年嘅車手造型包啊，咁啊即係一啲嘅賽車服啊同埋手套嘅 skin 咁樣啦。咁啊仲有5000個 Pitcoin，咁啊俾大家去買零件用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到我最期待嘅經典版啊。咁啊除咗前面講嘅3位 F1 車手之外咧，仲帶嚟咗一個現時效力於法拉利嘅7屆 F1 世界冠軍啊。咁就係呢個 Lewis Hamilton 啊。咁啊會有佢嘅專屬劇情啦，同埋一啲嘅賽事嘅。咁啊仲有一啲 F3 嘅傳奇車手啦，仲有一啲賽季 skin 啊，同埋18000個 Pitcoin， 咁啊仲有一系列嘅 F1 計時賽添啊，咁啊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經典版本係可以提前3日遊玩啦，咁啊即係27號咧咁啊可以玩啦。咁想知道更多遊戲嘅內容啦，同埋實測嘅話咧，咁啊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感謝咁多位，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